前教育部的政务处长叶秉成因为漏涉性平案当事人的告知，所以接受调查。今麦教育部的性平会是认定伊无违反性平法的规定。这消息一个出来是引起教师团体的批评。教育部性平会调查3个月，认定叶秉成无违反性平法，引起舆论批评。当事学生伫社群表示靠规工，认为去互执政团队搁再伤害一届。持续协助当事学生的新北市议员黄淑君坦白讲，对这个结果一点仔都无意外。对教育部来讲，我们毫不意外，因为过去我们是跟教育部在多次讨论的状态之下，我们觉得教育部给我们的回答并不具有相关的这个知识。我们比较意外的是，到8月8号，他甚至都还在问我们说：“请问叶秉成次长到底有无泄露你们的资料？”黄淑君讲，教育部新闻稿了后几点钟，叶秉成发请示声明，提起经性平会独立调查相关真相，希望同学会当早一日情绪变好。不过也是无对当事学生感觉失礼。叶次长到现在都不觉得他对于学妹做的这些事情是一个伤害。他觉得他就是身为一个老师对学生的关心吗？如果他毫不自知自己的错误，我相信全台湾的人民都有眼睛在看。性平会议叶秉成不是性别事件案的调查成员，也是相关主管，无违反性平法规定，也甲是不是牵涉到违反告知法，不是性平会审议范围。教团批评教育部是震撼的2种标准，引起基层的怒火。基层老师来看是觉得蛮惊愕的。其实任何一个从事教职教育人员，我们都有保密的义务。但教育部的性平报告却告诉我们，这样的行为是没有触犯相关法令，是没事的。那未来，请问这样未来我们如果基层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教育部也是要用同等的标准来看待吗？同市教师会引用性平法其他法条，也甲性骚扰防治法指出，法律本来就设计为保障被害人的权益。调查报告会较保守来解说法条，要问讲未来基层人员敢会全体适用哩？这种相同的标准，会互教师对教育部也甲对规个教育制度失去信心。性平平等学生倡议连线嘛指出，性平会应该强化多元专业，纳入更较侪性别心理专业代表，也甲学生委员入来。记者采访报道。